乡亲继续来看今仔日汉光演习第3天，这个空军实地操演上界重要的项目，就是加东战备跑道这个战机的起降。这嘛是这个战备道第一届验证到起降的作业。军方是规划真侪型的主力的战机来起降。透过镜头，咱做伙来看这真精彩的画面。 演练声真大声，战斗机伫空中准备要降落。战机出兵。IDF 战机升冲场。由 F-16V 换上2000 E2K 预警机，一台一台降落。国军头一摆伫加东战备跑道演练战机的起降。 这场战备道超演是今年汉光30枪演习的重头戏，而身为3军统帅的蔡总统也特地在清晨南下视导。空军的表现和蔡总统正学咯。空军战力长。 汉光37号演习实兵验证进入联合制海阶段，全台湾5条战备跑道，加剩第1号线。并国公路的加东战备跑道也未演练战机的起降，顺利降落的时，连飞官都真欢喜。加东战备跑道长有2266公尺，宽42公尺。帝国 A 跑道是飞行员高难度的操演科目。 验过专家认为讲，伫国道起降未输升动，起落架放不下来或液压器受损，那这时候它可能飞机贴地以后呢，会发生起落架因此而收起来，或甚至于发生折断。那这个时候平面道路会比土堤式的道路安全系数要高一些。有越多的这个战备道，它对于我们的这个战术战机在实战情况下存活性的这个帮助是越大的。 因应解放军飞弹的威胁，战备跑道起降成为重要空军战备演练。这摆成功伫真 A 省道起降，等是完成全台湾战备跑道起降的任务，大大提升国军的士气。